粵睇成，你睇咩睇得咁入神啊？熱烤冇啊，最近睇下啲新聞啫嘛，個報道裏邊話個被告本來就係律師代表，但係後尾就由當值律師進行辯護。咁到底咩係當值律師啊？當值律師係指通過當值律師計劃，為裁判法院同埋青少年法庭嘅被告出庭辯護嘅執業律師。而家大概係有300幾個刑事罪行都係受到當值律師計劃覆蓋。案件首套提堂當日，被告咧係唔需要通過任何嘅入息審查，而及後嘅聆訊裏面咧，如果被告人仍然都繼續需要當值律師代表佢嘅話，咁就需要進行入息審查啦。最後要留意嘅係，當值律師咧唔係完全免費。入息審查成功之後，被告人咧仍然都需要交一筆過嘅手續費。但係如果經濟有困難，亦都可以向當值律師申請豁免呢個手續費。